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輕鬆講科技 Podcast。今日我哋要講一單關於特朗普嘅花邊新聞，就係5月22號喺美國華盛頓特區特朗普國家高爾夫俱樂部舉行嘅 Trump Meme Coin 晚宴。講返少少資料，Trump Meme Coin 真名叫 Official Trump Coin，係啱啱特朗普正式上任第47屆美國總統前幾日發行。雖然 Trump 本人冇公開評論過呢隻 Meme Coin，但的確係佢嘅 Truth Social 同 X 戶口推介過，並肯定跟佢自己有關。而 Official Trump Coin 仲一度炒到1粒至$30以上，當然現時價格亦都大幅下滑。而因為 Trump 嘅名氣，有唔少幣圈界嘅高手都買入咗好多 Official Trump Coin。呢個 Trump Meme Coin 晚宴其實唔係一個普通 fans 聚會，而係一場幣圈有錢佬大晒冷嘅 Gala Dinner。想入場唔好意思，要持有最少4196粒 Trump Coin， 大約值$55,000先留到位。如果你係前25名持幣大戶，就要講緊平均持有325000粒，差唔多$430萬，真係唔係講笑。根據科技媒體 Wired 報導，有啲人為咗拎到晚宴門票，喺登記晚宴咗之後就即刻沽晒手上嘅 Trump Coin， 但因為已經鎖定資格，所以仲可以入場。不過為咗防止大量人咁做，主辦方就承諾，如果你繼續揸住啲 Trump Coin 唔賣，就送你一個 Diamond Hand 稀有 NFT。呢啲 NFT 可能以後會有額外用途。講到 Trump Meme Coin 晚宴當晚，美國財經頻道 CNBC 就有啲料要爆。參加者 Nicholas Pinto， 一位25歲嘅美國網紅，就話成個晚宴氣氛其實幾超，好多人都係邊食邊望住手機睇 Trump Coin 嘅價錢，場內都係有錢幣圈佬，啲人戴住 Richard Mille 手錶。但 Nicholas Pinto 形容當晚食物就完全唔掂，佢用 The Food Suck 嚟形容。再加上保安都好鬆懈，根本唔似佢想象中咁高級場合。Trump Meme Coin 晚宴，相信食飯一定唔係重點，重點係要 Trump 本人現身，參加者同呢位加密貨幣總統打卡。不過據報導，特朗普本人淨係出嚟講咗幾句關於加密貨幣政策嘅舊內容，完全冇咩新意。講完就搭直升機走人，冇同任何人合照，令到班幣圈大佬打卡失敗。菜單方面，網上流出咗一份，包括有特朗普有機田園沙律，主菜可以揀菲力牛排配櫻桃汁醬，或者香煎比目魚配堅決希式醬。配菜有蒜蓉、薯蓉同埋炒時蔬，甜品就係溫熱熔岩蛋糕。呢啲菜式真係好一般事，但香港揾一間好少少嘅餐廳都應該食得到。現場食過嘅人就話味道冇特別，咁多錢入場，冇得食餐好，又冇得同 Trump 打卡，係有啲慘。晚宴上面除咗一班匿名 Trump Coin 持幣者，例如啲咩新 Memecore 呢啲用戶名，其實都有啲公開身份嘅大人物出席，好似 Bitmart 創辦人 Sheldon Sheep、Unstoppable Domains 嘅 Sandy Carter。甚至前 NBA 球星 Lamar Odom， 佢仲推緊自己個 Odom Coin 添。排名第一、持幣最多嘅係孫宇晨，即係火幣交易所嘅創辦人。佢持有價值$1900萬嘅 Trump Coin 係最大嘅持幣人。佢係現場就得到 VIP 招待。據報，孫宇晨獲贈特朗普黃金陀飛輪腕錶，叫價$10萬，18K 金加122鑽石。全晚最威係佢，孫宇晨仲同特朗普傾咗啲加密貨幣未來方向。Memecore 亦都喺晚宴之後搞咗個叫 Meme the Night 嘅 After Party， 睇嚟成班幣圈大佬冇咗 Trump 在場都一樣玩到盡。最後每位參加者都有份攞到一個專屬嘅 Trump NFT， 而頂級持幣者就會攞到特別版 Diamond Hand NFT， 未來可能有更多優惠同着數。聽完之後，大家有乜嘢回應？記得留言，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嘅 Podcast 頻道。想睇今日文字版本，記得係 Info 部分連入我哋嘅 Patreon 成為免費會員就有得睇㗎喇。下次再見。